分享一個趨吉避凶嘅方法俾你，就係你人喺邊度就唔好講個地方壞話，你手頭用緊咩嘢都唔好講件嘢壞話。好似你而家住緊嘅屋，就算有啲地方你唔滿意，都唔好成日鬧佢差，因為係你棲身之所。你開緊部車就唔好話部車唔好啦，因為佢承載住你，包括學校、公司同埋你日常用緊嘅手機、電腦等等都一樣。唔好當佢哋係冇靈魂嘅死物，每樣物件都有佢嘅靈性，每個地方都有佢嘅氣場，尤其係一啲大地方，最好唔好衝撞，點到為止就得。總之就係要保持敬畏，你愈愛惜佢，愈尊重佢，佢就愈會親近你，保護你。好似小動物就舉隻狗做例子啦，你真心愛佢，發自內心對佢好，佢一定感受得到，亦會親近你，守護你。我哋日常用緊嘅手機同電腦，當然冇隻狗咁有靈性，但如果你當佢哋係朋友，用心愛惜佢哋，都會用你估唔到嘅方式回報你。例如我出遠門，背住個背囊，一路都無事返到屋企即刻斷帶，又或者開咗幾百公里都平安，一入停車場就爆蓋。仲有啱啱出門騎咗100-200米，剎車餅就突然斷咗。呢類例子我自己經歷過，好多身邊朋友都有。言歸正傳，如果你想自己去到邊度都如有神助，就聽我嘅話，由心底去愛去珍惜你所有結緣嘅物件同地方，同萬物結善緣。